Hello， 大家好，我是哥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一个料理啊，我好食食材是真重要的，不过调味料也真重要哦。就像有时间我们来吃前菜，佢唔但将可以做蘸酱，也可以来搭配一个食材来炒菜，都一定的合适的。不过讲到吃前菜，我们屏东的万丹佢係吃前菜產量最高的一個餐廳，也係全國第一的吃前菜餐廳哦。怎麼嘅人哋萬丹會按好嚟生產吃前菜呢？佢個品質用樣版呢？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到菜體嘅好朋友來同我哋了解一下萬丹的吃前菜到底有哪條特別的地方哦。馬上來分享我哋宋姐。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來自屏東萬丹的黃淑女，主要呢是在萬丹種植這個羅勒，就是我們俗稱的九層塔。哇，歡迎宋姐。條頭宋姐你有講到嘛？吃前菜，講很多九層塔或者是羅勒，一個名全部都係講一個吃前菜嗎？九層塔其實它的由來是它的花，有9層。然後它的形狀呢，長得像一個塔的形狀，所以我們把它俗稱這個九層塔。但是它的真正的名字其實應該叫做台灣羅勒。台灣羅勒是最親手聽到一個名嘅，因為聽到一個名嘅一般係外國的傳統，也係講外國的異國料理吼，人哋意大利面講嘅，慢慢嘅羅勒，慢慢嘅做羅勒安尼。其實羅勒它的品種大概有50幾個品種，可是我們在台灣一般大家所看到的、所熟知的，就是白的，九層塔跟紅的九層塔。今天我有帶來現場。那這個白的跟紅的有什麼差異呢？一般來講，大概是看地方屬性啦，就是我們南部比較常見的都是紅的，那白的就是中部以北的消費者比較喜歡用白的。那差異就是白的比較清香，紅的它的味道比較濃郁。所以雖然我們常在鹹酥雞滷味裡面都會吃到這個台灣的九層塔，但其實會有地域性的差別，就是如果鹹酥雞會比較喜歡用白的，那如果是滷味，因為滷味的湯汁是黑的嘛，所以他就會喜歡用紅的，那味道比較濃郁這樣子。哎呦，總之唔好按嚟講，人都沒有分辨出來，冇法度好體會講到底係吃前菜有哪一條差別的，因為人是講嚟都係吃前菜的面是有即係一個香味啊。原來按嚟講有分咧，同拍嘅兩種最常見的看到嘅兩種按嚟嘛吼。按嚟有個其他的問題，等下聽聽嚟向宋姐來分享。我最想要了解講宋姐，之前喺工作，你第一份工作都開始在做種一個吃前菜的嘛？對，我第一個工作就是種九層塔。為什麼會來種九層塔？因為其實我學校畢業之後，是在台中從事美容美髮業，就是教職的工作啦。那什麼樣因緣機會讓我放棄教職？就是因為我覺得教書，它讓我發生了挫折感。什麼樣的挫折感？就是當我們想把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來教的時候，可是因為有很多的地方不能如願。所以我就想說，那回到鄉下來。然後第二個原因其實是，因為我們家本來就是做農產品買賣的。那因為父母親也年紀大了，所以想要找個人來承接繼承，所以我就回到鄉下來，就是做農產品的買賣。但是大概做了3年的時間，這中間發生了變化。什麼變化呢？就是家裡面的就是弟弟他想要繼承家業，那我就把這個繼承的工作讓給了他。那這時候我就沒有工作，我就失業了。可是這時候我的小孩第一個老大已經出生了。那我就想，一個女人家又要帶小孩，然後又要就是維持生計，那我在鄉下我可以怎麼生活？那既然我住在屏東，我就想什麼作物是我可以像領薪水這樣子每個月有收入的，然後可以養活我的孩子的。所以我一開始的想法是
只要它是可以就是常常采摘回收的，那我就来种它。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农业背景，所以我完全都不会，那就是一张白纸，一边摸索，然后一边去做。那加上就说以前，在25年前，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完善的资讯啊，所以要做农根本就是有点困难。那不然的话，就是去问那个左右邻居的阿伯啊，这个九层塔要怎么种啊？很可惜的是，我们左邻右舍阿伯种的都是水稻啊、红豆啊这一类的，那就变成没有人可以问，然后就自己摸索去种。那在种的过程中，当然就是发生了很多的这个趣事啊，比如说我整块田，然后都被那个蚜虫就吃光了，就没有一颗可以采收了，但是我却不懂，因为全部的叶子都皱缩，全部都卷起来。或者是当初我来做农的时候，种这个九层塔然后也没有地啊，怎么办？就只好弄在那个椰子树下，去学习种九层塔。那因为我们过去的概念就是，它都是种在家家户户，每一个门口都有1株2株嘛。对。所以我就用那种想法去摘，结果一根一根去摘，要摘满1斤，其实是蛮困难的。係啊，人哋以前米嘅種誒萬世都睇人哋鄉下嘛睇個米夫頭先最唔係種純嘅，就會有種嘅7,000張，種最多嘅都係7,000張，一大盆一細盆，大大細細都有啊。每一個大家用嘅時間就自己去摘，自己一捏。係啊，用咩想到講竟然有人講我來種一大片那個九層塔的田這樣子，真的冇簡單呢。係啊，不過像你這樣頭都按你分享講來啊，你這個本身又唔係學農嘅，不是學農的又來這個種，反而一嚿真是人家嘅田長有收成。其實是種了都有收成，只是說它的收益並不好。那我其實剛種的時候也沒有客人所以我剛在學習怎麼種的時候，種在椰子樹下的時候，那時候一天可能只摘個3斤5斤，其實是不夠生活的啦。那從這個過程裡面大概花了1年的時間。那我這1年在做什麼？除了就是學怎麼種九層塔，然後另外就是也開始要去找客戶來賣。那當初的傳統市場裡面，其實賣九層塔的人並不多，所以我就一個一個去拜訪，拜訪說，我在種九層塔，你可不可以幫我賣？然後這個客戶呢，發現說，他多賣了一樣這個九層塔之後，他的生意竟然變好了。所以第2家就來問他說，你這個九層塔是跟誰買的？然後我就是這樣子，客戶就是一個一個增加。當然這種光景不會是太久，太久意思就是說，當別人看到你，這個有生意可以做的時候，敵人就出現了。所以就有農產品最容易發生就削價嘛。比如說我1斤賣15塊錢，25年前，就第2個出現，他就說那我12塊就好了。可是在當初的我們當然也是怕客人被搶走，我就說好，那我也12塊。你賣12塊，他說10塊就好了，就這樣子一直削下去。後來我也發現不行，這樣子惡性競爭的情況之下就沒有辦法生活，所以呢，我就反映成本，就定一個價錢，但是15塊，但是我的15塊，我給客人的保障就是第一個不會斷貨，然後第2個我的品質穩定，然後那個品質的這個標準是在4-5公分內，就是讓消費者買回去，他不用再去花很多時間去採摘，他直接就可以過水就可以下鍋。原來按你講講咧，所以這個時間你睇種7,000草嘅時間，萬單還冇青島你睇種嗎？其實有，只是說他們在種的品種其實都是白色的居多，紅色的其實幾乎沒有人，很少啦，非常稀少，就是可能自己種少量，然後自己使用這樣子而已。
我说睇会不会之后，悄悄的大家看到一个七千茶的背后的潜力之后，大家都开始向下来种了，怎么？更加演变到更加万丹的产量将会安多。屏东万丹其实种九层塔的量是很多的，大概屏东是全台湾最大产量的，但是万丹又是全屏东最多产量的。他们也差不多有多少啊？全台湾大概有250公顷，可是在屏东大概就有150公顷的这个量，挺高的比例呢。对，但是它的产量这几年其实有被中部就是屏东变少了，然后中部的量越来越多。嗰所以更加咧有嘅量嘅，好似咪就係想講，我哋保證一個品質，悄悄咪嚟做一個發展嘛，嗬。哇，觀眾朋友，唔看像這啊，這個味道嘅環境，為了嘅生發，佢悄悄咪想辦法對原本唔熟嘅耕田農作，悄悄咪這個嚟練習出來，也越來越厲害哦，好似咪啊。種這樣辦將七千茶呢，對於普通的農產品轉做保證品質的有機之路，我哋好市民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像這今年辛辛苦苦開始睇種入嘅七千茶之後呢，為頭要同人家冇共用睇做嘅家私方嘅競爭，今年漸漸來轉型，來做有機。不過今年有機按樣辦來做呢，繼續來請教佢吧。像這好些年啊，為頭冇同人家共用睇做嘅家私嘅競爭，能做嚟做有機係咩樣啊？其實大家會發現說，農產品因為沒有品牌，所以經常就是會模仿。你來參觀我的時候，你看了之後覺得，這個是可行的，然後就模仿回去了。那當初我就在想，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穩定我們的客戶，那品質的提升。除了這個之外呢，就是政府剛好也是在推有機農業，所以我就去認識跟了解有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回來之後呢，我就開始轉做有機啦。當然這個之前就是會去屏科大或者是我們勞工處就辦了一些課程，我們就去學習。那回來之後呢，開始去種當然就也是發生了很多的就是病蟲害的這個照顧的問題。可是一直到我遇到了一位就是名師，但是很低調的名師，他教了一些pebble。其實我們會發現說，有機不是種不起來，而是我們的方法不對。那也因為在我們法規上面有很多的這個制度的限制，讓我們沒有材料可以用。那我們如何去突破這個呢？就是我們把田裡面一些天然的東西，比如說我們講九層塔很怕水，它一到雨季的時候，每天下午那個西北雨一直下，水太多，它其實容易死人。那我們就去田裡面挖那個雜草，就是土香，那個是大家都在鄉下可以很常見的。那這個土香回來之後，我們利用那個微生物菌，就是類似像我們養樂多那個益生菌，然後把它經過發酵分解之後變成的液體肥料，那再把它灌到我們的羅勒九層塔上面去。結果呢，這個植物就會產生這個植物訊息，這個菜就不會死了。那你說，有機的羅勒，跟一般的我們有在噴農藥的，到底有什麼差別呢？其實它的營養價值跟它的風味，就是我們的香氣，其實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我們老祖宗阿嬷，那時候沒有像現在有什麼科學中藥啊，他們的給小孩子的轉骨配方，其實就是用我們家門口常常都會種個3-5顆的九層塔，然後因為它不容易保存嘛，你如果採回來了，你放冰箱，可能放個4天就黑掉了。那各位知道為什麼會黑掉嗎？氧化，
接触到空气的几氧化？不是，其实大家都因为不认识它，它很怕冷，所以它冬天其实是长不出来。可是我们家里面家用的冰箱只有一个啊，要冰鱼、冰肉、冰菜，又要冰九层塔。可是九层塔它太冷，它就会冻伤，所以它就会变黑。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家的门口，空地种1颗、2颗，或者是用个盆栽种1颗，它除了可以闻香以外，你需要的时候摘一下来放在你的料理里面煮鱼汤啊、去腥啊，或是做成各式的料理，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自己种一点又没有在喷药，是不是就是更健康？那等到这一株作物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老化了，这个头，整个你把它拔起来，然后把它剁碎，就变一节一节的，像那个树枝这样子。那我们来炖鸡汤给小孩子喝，其实就是老阿嬷的转骨配方。原来会那个老鸡的七千叉，如果可以煮汤，给如迄真是本身人可以帮胎转骨的一个好的应该讲植物。不过头头孙子应该按来分享啊，你讲七千叉讲寒年，它怕冷。对。不过按来买过来的七千叉，按来总唔得用在冰箱肚底会保存吗？不能放冰箱保存吗？可以。如果说你买回来，因为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子上到菜市场去，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没有马上用，可是放在冰箱，当你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又黑了，又不能用，那家里没有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买回来之后，你用塑胶袋包起来嘛，然后外面先用个报纸，再把它包起来，再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那它就可以就是保存比较久一点。记得是干的菜，不要洗了洗了过水，它产生冻伤的这个机会就会加高。原来是这样，原来安尼，好道理咧。不过头头安尼讲，能转做有机之后，还匹配去自家做皮料嘛吼。不过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讲有机种有机的东西，其最重要做唔得撒药的，不能撒药。安尼头头又有讲到，之前在青岛的병虫害啊，很多虫害，能用慢去处理嘅虫害，一早给它用水去尿吗？我们如果种有机的，不能够用药。那如果我们像自己想要种的话，你没有那么多材料，我们专业在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素材，比如说我们都是用一些微生物菌，就是用菌来抑制菌的概念。那如果说你自己种，没有办法这样子食用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可以用一些像香草植物、香茅啊，香茅精油啊这些来做防虫，就可以。可是虫其实分很多种啦，像什么蚜虫也是虫，对啊，或者是整只会跑的那个也是虫，可是你对于那种毛毛虫、大只的虫，你用香茅啊、精油啊这些其实都可以处理。可是如果对于蚜虫的话，那你怎么办？家里面都有常见的，我们煮菜用的那个沙拉油，你可以用葵花油，然后跟我们的那个洗碗精啊、泡丝啊这些的，然后你用1:10的比例，你把它混合先乳化，乳化之后它就可以溶于水，那你就再把它稀释，稀释溶于水100倍。然后你就可以再喷它的叶子，就是喷有虫的地方，就可以把这些虫闷死，把它赶走。可是喷的时候不能从上面喷你要从下面，因为虫是躲在叶子下面。对，你如果是上面喷，它躲在下面，刚好像一只雨伞一样，你都杀不到它。你从下面喷，它躲在这里，然后它就会脱落，就会掉下来。就可以达到你除虫的效果。这个方法适用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你喜欢种个几颗菜啊，自己吃啊，或者是想要种棵木瓜啊，或者是种一些香草，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真有用诶，所以人家嘅分享嘅资讯真有用嘅，好多。因为以前啊，大家可能自家都较有种一个七千章，最强嘅都讲看到当个上古诶，都蚜虫嘛，对，佢马上讲。冇记救马上去去检查，都找迄个萎缩了，就死迄个。
观众朋友，有个按油用的知识，他搞个记下来哦。我们一般用的沙拉油，加上我们的清洁剂，都可以来治蚜虫、治疗那种伤骨的东西哦。真有用。像这做皮料啦，做一个油机之后，听讲啊，做油机之后，能还发展到其他无相用的东西呢，像根本你带来这个全部是用七前草做出来的哦。其实我们农产品里面，你会发现说，要种有机初期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那我们当种出来的农产品，有时候又因为产销的关系，所以就会有多出来的农产品，或者是有一些比较 NG 品的，那我们就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赋予它另外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屏科大的食品系的老师合作开发了，就是全台湾一支的罗勒，就是我们讲的青酱，其实它就是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酱。可是呢，它不只有这样子，它其实也可以涂面包啊，或者是我们做菜的时候做成像青酱豆腐啊，这些都是很方便。或者是家里面刚好你想要做个海鲜料理，可是刚好家里面冰箱又没有9层塔可以用，其实你都可以拿来这做取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在去年呢开发这一款，这个叫圣罗勒茶。这个罗勒跟我们刚刚那个青酱的罗勒其实是不一样品种哦。我刚刚有讲说，我们罗勒其实有50几个品种但是这个品种呢，它叫做圣罗勒，其实它就是一株药草的这个功能这样子那喝了这个茶，我们是把它锁定在它叫做花草茶，所以会让我们精神很舒服等一下呢，你就可以桌上有一杯，你可以试喝看看。那现在吃看那些亚比，那个口味都共用吗？口味都一样的吗？我们这个茶其实我是从日本引进一个友人，他把品种就是种子带来给我试种。那在台湾试种成功之后，我们用有机方式去栽培，然后它其实因为它这个品种的特性，它几乎不生病，所以它有机栽培是非常容易的。那栽培完了之后，我们就是把它视作跟工厂研发做成的这一支叫做圣罗勒茶。那我们也取得台湾的这个罗勒茶的专利。那当初为什么想要做这个茶，就是因为我觉得罗勒它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是不是除了做菜以外，它还有其他的方式？而且现在的人其实自己会做菜的也越来越少了。可是如果把它做成茶饮，是让人家就是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取得，然后也更容易饮用。那我们这个茶呢，它有做成4个口味，那这4个口味就是让你不同的心情下去喝然后也有不同的层次感。你说这我也比迄马个口味这个口味是香橘就是罗勒香橘茶，它90%是圣罗勒，那有10%的那个柑橘，就是我们用柑橘跟甜橘，不是糖是甜橘。有一个香草叫甜橘，大家喝了就是会有甜味，然后是所有的人，包括糖尿病人，其实都可以吃的这个植物，它本身的甜。观众朋友，条条说唔使安尼小鸡我觉得係一般的七千茶的米线嘛，冇呢，底下个七千茶米线够甜是下一个时节真是有个咁嘅米线甜橘佢會甜甜的，我覺得今日係不用砂糖，結果唔係呢，有個甜味，有個甜味係幾刺眼的甜味嘛。對，淡淡的，很淡很淡，不過是還清純呢。對，而且這個茶呢，它就是回沖，它很耐泡。你看它這樣子一包，其實它可以泡1000 cc， 就是一整壺。熱飲、冷飲其實都可以，你可以當冷泡茶這樣子去飲用。哇，真是親貼片呢！多謝是我們這觀眾朋友，等一下還有更多的七千茶的故事，我們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
哇哦，前面是的，你看按特别的，七千茶茶呢，还有多大还有乜嘅七千茶的产品呢？也係講有無同嘅用法，我哋繼續嚟請教宋姐咯。宋姐，頭到按呢是的，哇，這個清好食清好裡面七千茶嘅茶，除了按呢，你哋還有特別用七千茶利用作為乜嘅產品啊？其實農場的主要最大宗的作物還是以九層塔為主。但是我們在轉做有機之後，其實也發現消費者的需求不只有九層塔這個東西所以我們農場的第二大作物其實就是蔬菜。那我們的蔬菜就除了在全聯門市上架以外，其實我們也把它做成各式各樣口味的加工產品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些？其實就是希望讓消費者可以看到什麼叫食物的原味所以你從那個麵條上面，其實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像香椿有香椿的顆粒在裡面，火龍果有火龍果的果粒在裡面，你都可以真正看到食物的原色跟原味就是給前面的麵嘛我們這個麵條都會用調到蘇姐你講的農產品要給搶追蔬菜去做的。那在做這些除了開發這些加工產品的過程裡面，其實就是因為剛好政府在推6級化產業啦，所以除了我們1級的賣給一些通路工廠以外，那我們這些2級的開發就是懷着一個理想，想要把簡單做好食物的這個概念傳達給消費者，所以我們做了一些努力，就是我們除了第一個就是有機認證以外的這原物料的部分，第二個我們也取得的清真認證，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也取得茶的台灣專利第四個就是我們也把我們這個產品呢送到國外，就是送到比利時去參加這個比利時國際風味評鑑所的一個茶飲的評鑑就是類似像我們的那個米其林3星的意思一樣那我們也得了2星就是我們會做這些努力，其實就是希望各方的肯定可以對我們的產品做加值，透過我們做6級的服務，就是農場的導覽跟一些活動的體驗，然後讓消費者可以真正知道說，我們在生產的過程裡面，一樣你也種有機的，我也種有機的，可是我們有什麼差異化呢？就是我們的產品除了我們用天然的植物性的肥料以外，然後我們不用藥，我們友善環境跟愛護我們的環境。那我們另外是一個循環農業的概念，就是我們把農場不要的雜草、香草或者是一些就是廢棄的比如說被刮石英叮咬的南瓜，這些南瓜我們把它拿回來，在農場把它做成液體肥料，再噴到我們的這個蔬菜上面去，其實會讓我們的蔬菜長得又大又好，所以是一個循環農場的概念方式在進行。按你談好了，宋姐，你哋農場地位其實係一種人哋講嘅正向循環。佢本自家嘅農場可以越來越好。你看，你哋種有機嘛，本身都會對土地親友善。你哋甚至於講，你看有個茶，你去申請有個認證，最好奇嘅係講，你哋有個茶申請有個認證，還得到2星你哋有個認證地位，它標準係做嘛？是有什麼標準嗎？它是經過100多位的評鑑師，風味評鑑師去評鑑說這個茶它的香氣跟它的喝的口感跟它的這個潤滑度，在茶的評鑑是這樣，然後它有分成好幾類不同的食品，它的評鑑的方式是不同的。真是談好了有個有標準，因為頭先說一個茶是，真是感覺佢個香味啦同口感，都係以前冇試過的呢。真是親切配除了一個風味認證之外呢，還有一個親切配的很多清真認證。是，嘛個清真認證可以請宋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嗎？其實我們世界的人口裡面有10幾億是就是回教徒，那他們是不吃豬肉的。那這個清真認證的意思就是說，它在整個生產的過程裡面都不能含有豬油，包括你所使用的加工的場地也不能夠都碰到有這個豬油或者是這些的器皿
环境啊等等都不能有，而且必须是友善的。比如说，假设你用的是牛油或者是牛，它的那个都要经过就是一些像我们的皱纹这样子把它念过之后，这样子才可以，就是一种友善对待动物的一个方式。符合今年清真伊斯兰宗教的今年的规定，才可以来取得一个清真的认证。是取得一个认证之后，今年的信用一个宗教的人都可以来买今年的产品，係咪安尼啊？取得这些认证的主要目的，除了就是说提升我们的门槛，然后有更多的认证单位对我们的肯定，然后另外我们主要的目的其实取得这个只是一个门票，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取得就是外销的这个路线，可以把这个台湾的农产品可以透过各方面的资格，然后就可以卖到这些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去，这样子。就像拿到一种飞机票共用，拿到一个都可以比到国际去到其他的地方。你强告诉我们这有到前面有分享讲，除了生产做农产品之外，呢还有听说讲可以去农场做体验，包括这种食农教育也有吗？我们在推广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透过办活动，然后让这些有机的知识，其实有机的知识我们大部分知道的就是法规，然后消费者你可能问他，或者是我们现在其实国小小朋友里面都有食农教育，可是你问小朋友说什么是有机，他只会告诉你说不用化学农药，不用化学肥料，其实他们只知道这2个，可是有机的意义其实没有那么浅显，没有那么粗浅。有机其实你如果真的要讲，它是一个循环农业的概念，所以我们推行有机其实是在落实循环农业，也就是说我们人其实是要靠吃这些食物五谷杂粮去养活自己，可是如果你吃的食物是不健康的，那你人怎么会健康？可是有机其实是什么？它在种的过程里面，它需要各种的不同的营养来提供给这个植物，这个植物才能长得好。那长得好再提供给人吃，人就相对的会健康。可是用什么可以让植物长得好？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我们种一颗罗勒，罗勒小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它多一点的氮肥，它就会长很多叶子。它不想要结果嘛，可是你今天你如果是种小黄瓜，我可能要给它不同的磷肥，它才会开花结果。所以说不同的植物它的属性特色都不一样，那我们就需要针对这些植物的特性去照顾它，去满足它，那你就可以把它种得很好，人吃了，当然相对的就健康。也给一听我的道理啊，安尼说唔知，迄种人的农场可以了解一个食农教育的精神之外呢，人的体验课程体验的发通体会有哪一些内容啊？有哪一些体验的课程？我们的体验内容会针对不同年纪，比如说小朋友，他一定是没有耐心坐在那里让你告诉他什么叫有机。我们有设计一套桌游，就是让小朋友从在玩游戏的过程里面去认识什么叫有机农业。那如果是大人的话，我们就有设计一些像什么洗脸慕斯 DIY 啊，就是告诉他用一些精油啊、纯露自己去做洗面乳啊，或者是手工皂啊，这些透过不同的活动，还有就是活动完一定肚子饿嘛，所以让他们采摘回来的蔬菜马上变成餐桌上的佳肴，用这样子的不同年龄层、不同对象的方式，去把这些有机的知识带给他们。所以嗰时有分年纪大的、年纪小的，佢针对某样的客群来做某样的体验。哇，嗰好呢！你说唔说，我们自家去做体验的时间啦，有人数方的限制吗？譬如说，我们可能一家人将4个人4个人去也可以体验吗？有没有一些限制啊？我们现在是每一个月都会办一次的活动，像我们3月份就是3月21号，那我们最多，我们为了也是照顾品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可以收获满满，CP 值很高，所以我们都有限制人数，然后这些的活动体验啊，包括吃啊，
然后知识性，还有就是这些学习，就是一定要让他有收获的回去这样子。你的话，我参加一条活动也是你的农场啊，其实我打电话也是送苗啊。我们都可以啦。其实你要在埔作粮食竹林有机粉丝的专业，或者是打电话到农场来询问都有。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固定一次的活动，这样子来推广跟把这个有机营养满足法的概念推广给消费者，这样子。安尼过好呢，马上等一下去请朋友好，俺哋约嗰啲时间来去我哋农场交流一下咯。哎呀，哇！各位好朋友，今晡日啦，通系送这分享，嘿，唔系咁好讲，其实我哋台湾嘅农业真厉害呢。每个小农啊，为了提升这个品质、竞争力咯，想办法去取得某种嘅认证，除了技术嘅有机，唔看像这个呢，还取得某个风味认证啊、专利啊，甚至于讲新增嘅认证呢。嘿，没讲过，我们小农啊，实在大真的厉害哟！好啊，安尼有时间啊，我支持我们台湾的小农哦，好唔好？安尼啊，再一次感谢宋真今日带来按精彩故事同暗号里面给七千草草。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呢，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来竹林农场走走，了解什么叫做罗勒农场。好，大家，我们出去聊之前，请用先停顿我们先生来运动一下，照顾自己的身体吧。各位乡亲，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正祥，定下边是潘先生，也边是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的运动呢，是刺激导演，请乡亲可以来同我哋共下来做。今日呢，我教大家人呢是先唱功法，第二个抱紧点点。首先呢，我哋呢脚呢共样同我哋呢打开来同我检讨同法，我哋呢手呢。吸手来，哈，不要我哋呢肚子前面，我哋呢双手拿放起来，到胸前方翻转，拿上去，不要我当我哋呢肩肩方，我哋呢手棍呢吸手来，吸手的时节，我哋呢下嘴，下要当我哋下嘴嚟讲，我哋呢胸前轻一下，我哋呢手棍向前面，倒放起来。手棍打两片，我哋呢下嘴硬数，下嘴硬数的时节，我哋呢停脚嘅停放起来，好，再并下来，脚站并下来，再合手来，手棍再向前面，下嘴硬打上去的时节，我哋手棍打两片。两片发的时间，我哋下嘴硬数手棍再打过去啊，我哋脚掌停放起来，再一次哈。腳掌並下來後呢，我哋手拿上去，鬆開來，兩片落下來。我哋並下來的時間呢，觀眾朋友要注意的時間呢，我哋也係抱緊點點，抱緊點點呢，我哋係要將我哋呢降緊，主要我哋呢速度一隻一的時間，要將得到我哋呢一隻一號。我哋呢降緊合手嘅時間，我哋呢手棍一撞到我哋一個舌頭，我哋一舌頭呢係合手嘅時間，我哋一舌我一摸到我哋一舌頭，所以我哋呢手安尼撞嘅時間，我哋安尼吼變下來，變下來嘅時間呢，要記得有個人變下來，我哋呢手都安尼嘅冇法度嘅，變得到我哋呢手一樣，我哋呢下嘴硬地落背。按佢原因講，我按太強，因為變喺下嘴硬地方，唔怕。以我哋呢眼神嘅範圍，我哋呢就變得到我哋呢下嘴硬地方，我哋呢下嘴硬地方呢，我哋呢手口呢
合手，毋讲我树棍按太极合毋手，佮毋怕。主要呢，迄按我哋树棍变喺行进好时节，迄安尼合手，迄按摩到我哋咧行进咧筋路。啊，咱行筋有分两个嘛，一个颈动脉、臀前静脉，所以我哋合手嘅时节，我哋送上去嘅时节，利用我哋树桥送上去嘅时节，迄按摩到我哋咧。两个行筋方嘅有三四个穴头，我哋嘅穴头呢按摩动嘅时节，我哋咧树棍再打开来时节，我哋咧有紧夹向我哋行筋方嘅穴路吼穴头，所以我哋打开来时节，我哋咧下椎岩竖下来时节，我哋一两个树棍呢再向落摆打过开一些，呢，帮我哋咧心脏。嘅时节，我哋咧发心脏嘅发痛呢，个发啦，我哋咧胸前嘅心脏发，个发一些呢，打开来过后，安样咧，我哋咧脚掌挺起来，呢，係为了讲啊，我哋眼神撑起来，係幫我哋咧血路呢對腳掌方比較鬆一些，鬆開來呢，我哋咧降緊一隻，人講抱緊點點，好多講一同我哋咧腳掌挺起來，我哋咧樹棍向後擺時節，一同我哋咧降緊，綁個長一些，綁起來。安尼呢，當我哋佢唔顧人講，我要聽唔向會無穩唔怕，我哋無穩呢，即唔是按個，主要呢，人講停腳嘅，係對我哋呢腳掌嘅血路呢，比打創我哋呢心臟方，安尼比循環我個好，所以我哋腳停起來時節，變下去後，停一下。我哋腳掌啊變下去，我哋可以連續做嘅幾下，就講我應該再合手一下，合嘅時節有人講，我合嘅時節我樹棍同樹枝骨痛，也係正常。然後講嘅正常，因為我哋冇做過按程熱嘅運動，所以我哋呢，也個呢係針對我哋呢心臟做一啲。比如血路循環呢個好嘅動作，所以講啊，點解我哋呢更健康，同我哋呢腳掌嘅腳帶呢循環會個好，所以我哋多按嚟打個開嘅時節，我哋呢腳掌呢扭起起來，那我哋呢停腳嘅停起起來過後呢，我哋呢腳掌變下去，我哋呢再合手。你講我喺樹棍做一會個痛嘅時節，我哋做一3下，我哋呢變下來。對東方，好樹對東方，拿起起來再變鬆來，兩對兩樹呢，再兩片落下來，變下來過後呢，我哋休息一下，又嚟再做繼續嘅動作。然後講我哋樹卡出來，因為我哋呢樹枝也只也係有嘅呢，人講有血路、有血土嘅時節，我哋安尼做嘅時節吼，會記得我哋向東方倒呀上方來時係吸得到胸前嘅時節，而反樹狀嘅時節，也時節從氣頭出來，再往上嘅時節再繼續吸。我哋繼續頭嘅時節，我哋放空去，樹棍先停一下呢，而幫我哋樹棍比練習一下，我哋壓上去嘅痛。好，比停同一下，過來呢，我哋樹呢變喺到我哋呢更健康，變喺到我哋呢更健康嘅時節，我哋再合手，我哋呢樹棍合手，同我哋呢血路呢變鬆一些，因為我哋從來都冇運動到我哋呢更健康嘅血路吼，所以我哋清一下，我哋呢樹棍向東方。拿上去時節，我哋呢下椎岩停對我哋呢樹騎上去過後，我哋呢樹節向兩邊打開來一時過後，我哋呢下椎岩樹過後呢，我哋呢腳掌呢再停起來，腳掌停起來過後停留一下，再腳掌落下去嘅時節，我哋呢樹棍。再合手來哈！再一次樹棍向前面，再頂上來，我哋呢下再按停到嚟上來，按呢時節係吸嘅樹棍打過開一些，下再按樹可以頭氣頭出來，
鱼頭吐出來個，我哋腳掌喺頂上嘅時候記得，我哋再吸氣一下。腳掌變下來時間，我哋把魚頭吐出來，再下一次魚頭吐出來。魚頭吐出來時間，我哋都應講同我哋嘅魚頭循環比較好一些，所以我哋繼續在一個吸氣。下再啱聽到嚟上去，數節打開來，下再啱數，腳掌挺起嚟，挺腳趾，腳趾挺起下去呢吼，停一下，我哋腳掌變下來，數再合手來，合手個我個我數骨痛哦，我望下肚再繼續做，我哋再變上去，吼，數節拿上去，再變上來，我哋再休息一下。因為綁緊點的，要注意的地方喺點呢？要注意的地方喺我哋手棍，將我哋僵緊的時間，將我哋僵緊的時間，我哋喺兩隻手合手來，在緊的時間，有人講，我按你裝的時間手骨痛呢，手指會痛，有人講，按你裝嘅手指骨痛，其實也係過程。因為講係過程，因為我哋從來冇裝得到按痕，裝得到我哋一隻，講我哋合手的時間。因為自己出緊嘢嚟做時講，哎呀，手棍撞一個痛，亦唔怕，因為係幫我哋嘅眼神比表送到我哋嘅鏡頭同我哋嘅鏡鏡，講我哋嘅頭腦，比如表送嘅時間，因為我哋一個動作，它要特定嘅設計，所以一幫我哋嘅腳掌、腳趾靈活度用，所以我哋啲做時間注意嚇，打上去，聽上去嚟。在腳掌變下去數手，也係一個的。過來呢，我哋呢數變下嘅時間，我數骨樣會痛，我打下來，數變下來，變下來過後呢，我哋休息一下，我哋都地下唔會痛嘅，我哋嗱繼續。而家呢，同大家示範一啲呢連續動作，同大家人看一下。首先呢，我哋呢數呢，拿起嚟，當我哋呢肚臍項嘅時間，也係吸氣，到胸前嘅時間反轉，拿上去，拿上去過後，我哋數向後背，變嘅僵緊項，我哋呢數節數出來，數出來嘅時間，從氣頭吐出來，在手棍呢向前面吸氣，吸得到手棍停頓下，頭腦停頓手棍項。我哋呢手棍向落背打開來，我哋呢下再按一數，打開來過後呢，嗰咧我哋呢腳一停腳嘅，同埋練習我哋呢腳掌嘅氣，啲呢循環呢個好一些，再落下來。更加運動呢做得到呀，詳情有記得冇？喺記得呢，明日呢聽先上來好好運動，我哋呢人生會過好，精神又會更加好，好好運動，下一次拿來了。